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真的不受访啊，不受访。我们聊一下，市长，不好意思，现在王市长要选总统，还是要你要选？谢谢。好的，干脆挤进去就好了啦。你们自己卡住了，自己卡住了，不要自己卡自己。自己卡自己。进去睡，进去赶快。开个门啊，我们。没拍到，别再抠了，快点啦！不好意思哦，后面的媒体朋友小心，媒体朋友小心，电梯要关门了，媒体朋友要关门了，要关门了，谢谢谢谢，最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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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电梯要关门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们这样很危险。那你们回答我们个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先到外面。还是你出去？我们到外面找。我们到外面好不好？我们麻烦媒体朋友，我们到外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麻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到外面，这样电梯很危险，小心，最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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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，最安全，最安全，会不会被说是国民党的历史罪人？不好意思，小心，最安全，会不会被说是国民党的不好意思，最安全，小心，在风风。媒体朋友，媒体朋友小心。谢谢大家。小心小心，不好意思，拿近一点，谢谢，小心。其实这也是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到现在为止要解决，就是说不是计算说怎么选胜利比较高，人家讲是说，如果你来做，台湾会好一点。那你说什么叫台湾好一点？这两个原则嘛，台湾的整体利益，还有人民最大福祉。我发现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每天都在算说怎么做，然后怎么操作这个总统大选的获胜率会比较高。问题是你们赢了对台湾有好处吗？这才是问题。你要讲说你们继续执政，台湾会更好，讲得出来，这才是重点。他每天都在想说怎么做选举会赢，这好讲你选赢了，我们痛苦日子有什么必要？好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角色。这都可以讨论的。不然老实讲，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，不能选胜率最高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，想说怎么做，会最好。就是往目前见面的状况，我来讲我也不晓得，这个大概给幕僚去排时间。这个坐下来谈一谈也好了，大家干脆有关的人，大家坐下来直接交换意见，看看大家想法怎样。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？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那到时候是不是以公开的方式，也避免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好像是密室协商？不晓得，这个问一下他们，这个就他们要去安排，我是没什么意见。你希望谈什么内容是方向？我是没有预设什么立场，反正是谈干嘛？对谈整个长期走向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是吧？忧心归忧心嘛，烦恼完以后总是要想想看说下一步要做。每个人都把真的想着好像这个过我算计了。我有时候晚上看他扣节目觉得我气，其实事实的真相，我是完全没有招死的。南部是有特别讲到，公股银行好像有特别都有一些扣打来帮忙募经费，然后被指说是帮总统蔡英文，然后绿营有要求你要提出证据，要道歉。没有啦，不要老是玻璃心理大对手。事实上选举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那种募款监会，大家要，其实他们都听错，说那贪钱的贪是分贪的贪，那听说贪污的贪，大家玻璃心实在是。哇，选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主要的这种大的庄脚要去负责那个募款的扩大，这本来行之有年，又不是现在才有。所以你觉得总统现在有听到心碎的声音了吗？没有啦，对，现在讲这个都没有用。老实讲，这个执政那了解牙关，执其道而行。坦白讲，我自己做过以后才知道说，实在是要很大的意志力。